全国唯一歌谣金门陶瓷厂，伫今年初甲台南星象画会签约合作，画会艺术家陆续展览金门创作，将艺术创作融入去歌谣扉页顶面。这作品伫9月份已经伫咧5园公会堂展出，造成广大回响。这次强强再度合作，将一词一会联展伫台南大湾北展出。陶瓷厂其实在金门成立有一甲子60年的时间了，它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官窑。那这个活动其实很有意义，可以让艺术品还有商业结合，变成一种很有意思的生活化。尤其我们台南是个文化古城，其实它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也谢谢杨百星象画会以及台南市政府这边的一个协助，让这个活动能够顺利的展出。这场展览除了是美感跟艺术响应以外，主办单位星象画会更办理义卖活动，关怀绿色团体。一词一会，顾名思义，就是由星象画会的全部所有老师的绘画作品和金门陶瓷厂的陶瓷作品做一个连接。那金门陶瓷厂是全国唯一的官窑，他的作品呢非常的精彩，也成立了60几年。那这次星象会很高兴跟他们变成是一个驻村艺术家的合作，从今年7月陆陆续续一直到现在都有艺术家去创作，把我们的绘画的长才跟技术来结合在陶瓷里面。那这次呢又因应大云100周年庆所以呢特别有龙友种苗公司以及野陶工坊跨刀相助，让我们这个艺术品陶瓷杯结合了那个绿手指的多肉植物盆栽，我们做一个爱心的义卖。那也让我们星象画会的艺术家能够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爱心部分能够有所贡献。星象画会创立伫咧1979年，曾经台南画坛已经有40多档，会员积极参与真侪国内外展出，每一位画家拢身具艺术底蕴。参与这次展览会员有吴金元、陈望根、陈玉斌、林俊成、陈耀武、庄雅栋、郭哲全、戴真英、萧旭东、吕秉恒、许翠华、杨永本、李佑倩、周习安、吴可文、杨自强、陈志凯等17位画家。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